伫咧台中大坑的9号步道，最近有出现真大阵的刺毛虫，学者表示这是一种叶的幼虫，当年的5月到6月是因的生产期。即阵若像是要找食，才会大量出现伫咧山区，而且这种刺毛虫是无毒的，所以请民众唔免惊。青黄色的刺毛仔虫尾水过一支刺，看起来真惊人。最近有不少民众去到台中大坑9号步道爬山的时阵，也发现讲这步道附近拢是这款的刺毛仔虫，真侪民众惊去互热到，只好闪离离。它碰到你的身上的话，你会更怕。为什么？就像你讲，你会痒或干什么会抓伤啊？拄着就好啊，都咱也莫甲讲，唔好去遐抓。接来台中大坑步道民众就讲，英国是真罕得发现，不过最近反热了后，伫大坑9号和9至1号步道中段拢是会看到。长期观察当地生态，国小老师就表示，这是古月田野幼虫会安尼出现大量的情形，真有可能是和区域的环境扰动有关联。推测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前阵子。他们在产卵的这个阶段，那刚好是雨水、降雨的条件、气温都符合他们的需求。它会爬到树下来，基本上是过树那量多，过树被它吃光了啦。吃光它就要下来到别的树去找它的吃的嘛。学者表示，古月田野幼虫入到热天了后，就直接出现伫山区，会安尼是大规模出现，才有可能是要走找食才来山顶动。若准气候和环境适合，数量会先搁较济。不过，这款刺毛仔虫无动，若准无细力去摸着，洗手就好，唔免伤过头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